续来看，马英九基金会邀请到中国的大学生访问台湾，因为有学生恭喜咱摕到棒球的冠军，是讲恭喜中国台北。 引起着争议咯。陆委会主委邱瑞正今仔日嘛讲，这个访问团违反着中国人士来台湾的许可办法，将会来做行政处分，可能会要求主办单位这段时间内袂使阁邀请相关的团体到台湾交流，禁止的期间为6个月到5年，拢有可能。 国旗提管官大声喊民主，中国思想团交流现场来到清华大学，现场真侪抗议声音，两岸交流早就变调。奥运金牌选手马龙参访中山女高靠热情的师生团团包围，中国网友都来批评，都亲像东山庄立关西洞、盘丝洞、招待所、慰安妇等等性化和不实的言论，矮化我们，用偏见凝视我们，抹去我们在大众眼中独立思考的能力。过这边，台湾在世界棒球12强比赛摕到冠军，复旦大学学生对嘴讲出恭喜中国台北。访问团来到台大时，学生摇摆抗议，过一天遭括号串联拒绝通讯团。马英九基金会的执行长萧旭岑还答非所问，不正面回应我们身为学生所提出的诉求，试图模糊焦点，影射台大参与的学生是被民进党动员拿钱办事。直接点名马英九基金会爱出面负责，嘛传出邀请中国学生来台湾到双城论坛，背后主队正正就是中共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。 国台办主任宋德负责执行，只是这行为，陆委会马来讲出党徽。这马英九这个团呢，可能涉及到违反我们这个大陆人士来台的许可办法，与活动无关的政治性的言论与宣传，那这个部分所造成的社会的不安，我们深表遗憾。那我们后续也会依照。 既有的机制来进一步来做行政方面的处分。我想邱学正主委可能太忙了哦，他的幕僚没有跟他讲，我们并没有违规。在民进党的心中，他们是希望戒严、希望管制言论的，然后限制两岸交流的。两岸交流本将应该对等尊严，不希望言论管制造成反面效果。 Hello， 我是庄慧琪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